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2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市中原大学马来西亚一查某大学生的嫌犯，高雄桥头地检署今仔是以杀人顶罪起诉，嘛建议法官判伊死刑。昨晚经过12点钟的表决，内地相关的9项行政命令全部通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达感谢。耶诞节全台湾拢实时冷冷，气象局表示，后礼拜3会有日当上强的一波冷空气，跨年的温度无到10度。新闻一开始来看中原大学马来西亚一个查某大学生，今年的10月，和细娘的嫌犯抬死。高雄桥头地检署今仔是以性侵未遂、性侵杀害人、强盗杀人、遗体尸体定罪提起公诉，嘛建议法官要判伊死刑。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大学生伫台湾被性侵害死，才受到国内跟马来西亚政府的重视。总统蔡英文冒向被害者的家属回过失礼，被害者的家属来到台湾，嘛要求台湾的司法要判这个嫌犯死刑。今仔检方结案，认为凶手犯案了，并无反省，嘛无后悔。敢若一直问讲，伊会互判偌重，嘛真反对讲家己会互引导到马来西亚，而且伊的精神淡定是正常的，一寡证据。嘛显示讲，伊搁再犯罪风险是真悬，所以检方今仔是对凶手提起公诉，嘛建议法院判伊死刑。再来看莱克多巴胺猪肉的进口相关的行政命令，伫立法院表决咯，为昨早起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暗时的9点半。伫12点钟的会议中，9项的行政命令全部拢通过。也毋过，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刘建国佮江永昌3个人走票。民进党团表示会甲这3个人移送中评会。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国民党的立委嘛向民众来回示咧，表示讲会伫明年换内底的公投佮继续战。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党籍立委为了无法度甲内都党内向国人道歉，也算是要甲战线扭到明年8月返内都公投。所有跟食安有关的法律修正案，在执政党的大军压境底下，也几乎没有一个案通过。9项关系到内都进口的行政命令，包括动物营养残留标准、修订猪肉内底残留用准量、放令30个月以上米加牛肉进口，也个农会公告国内禁止使用乙型受体素，不过牛猪伫咧国外使用内底无受限制。饮食场所散装包装食品的猪肉原产地标示相关的规定。通过了，内都伫明年1月7日就当合法进口。为了要更加有效率管控内都，国党团总共提案129项附带决议，伫24下9点半也全部拢处理煞。只有这个结论只有一个字，大家都知道吧？叫做什么？大声的说出来，骗！说要保护学校，不敢入法，用契约每年可以更换1次，也没罚则。不过伫昨早起对学校卫生法、食品卫生法做投票。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刘建国伫表决时阵拢弃权，江永昌伫下昼表决时阵也走票。对3个人走票，民进党团讲会送中评会处理。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是只是坚持领地，坦然接受。我一切泰然。那送党团之后，也要送中评会处理。总统蔡英文昨伫 FB 发文感谢立法院甲行政院完成行政命令甲配套，同时讲美都国议题经历过3任总统拢无法度解决。已经是台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有一个人批评民进党前后不羁，伊未当同意这种指控，强调会用行动确保食安。记者综合报道。内地相关的9项行政命令通过，行政长苏贞昌感谢立法院，伊讲这步对台美贸易战略是非常的重要。伊嘛强调讲，绝对毋是向美国压力来点头。另外，反内地的意思所威胁早起了监察院，向院长当局来申请人权保护，当局嘛问所威胁受到什么迫害。立法院通过内地进口的9项行政命令，明年正式开放进口。毋过无党籍立委高金爽媒批评讲，这是民进党政府放弃主权，向美国的压力认输，全面伤害台湾人民健康的开始。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讲，这是错误的讲法，政府嘛一定会严格把关。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战略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跨过这一步，
一方面我们可以走向国际，一方面可以为台湾更创造很大的经贸实力跟机会。苏建昌强调讲，政府也是会搭配检验，清楚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嘛拢会用台湾食材，请大家放心。不过表决时阵，立院立委江永昌等等3个人弃权走票，爱面对当期的处分。国民党是发出要罢免投赞成票的立院立委，苏卡辉宏点名是第1名。本来就应该啦，党本来就应该有党的这个自律啊。但是在昨天怎么会想要跑票？没有的，没有。是为了地方的压力吗？不应该用跑票这个词。怎么看说被列为那个莱猪这个罢莱为第1？真的哈。若是真侪届标兵反内地的医师苏维色，因为去维护报告法违反食安法，而国甲中华人权协会去监察院တင်情，向监察院长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来申请人权保护。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侵犯人权，就是要让我们看，的确，这样的过程让我这样子的一个医师觉得很害怕。针对这件代志，陈菊受访的时阵，电导问苏维色即马行动无问题，发言嘛真自由，敢有受到啥物迫害？嘛强调讲台湾是有多元丰富声音的民主社会。苏维色对国家人权会的တင်情，就照监察院တင်情的定数，每一个案件拢会谨慎面对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耶诞节全台湾拢实时冷冷，气象局表示，明仔载拜六东北季风会淡薄仔减弱，气温嘛会淡薄仔回升。后礼拜3、30会有日当上强的一波冷空气来报道，看年暝温度有可能无到10度，到时阵连续2-3天温度是拢真低。气象局嘛呼吁讲，养殖佮农业拢爱提前来预防。今年看年暝，北台湾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根据气象局上新预报，这一波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伫礼拜3、30报道，强度有机会达到寒流等级。全台拢唔感觉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0度以下。预估最低温的时间落在31号的清晨到1号这段时间。那么低温的部分的话，在台南以北、宜花地区都只有10度以下的温度。那么在高雄、屏东，还有在台东地区，低温大概在12度到14度左右。气象局分析，2020看到2021年有机会出现近10年来上悬一摆看年。回顾过去观测资料，2004年到2005年，台北看年暝出现7度6低温；2010年看到2011年，低温是9度5；2008年到2009年，看年暝低温是10度9。气象专家提醒，30开始报道的这波冷空气虽然是偏大冷，不过低温时间长，有可能继续3天，一路冷到明年。产业界爱细致涵海。低温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那就会造成就是可能在一些虱目鱼啊，或是一些虾类这个养殖上，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寒害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果树类的这些作物哦，就是现在有可能已经在开花或是在结果的这个阶段，这种低温下来了之后，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防寒的这个措施。元旦开始各地继续低温，在暗暝气温受辐射冷却影响，感受是特别寒。专家提醒民众出外参加跨年活动，一定要注意保暖，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增加4例带病入境，2例是菲律宾移工，佮印尼移工，其他2例是对巴基斯坦佮美国入境的咱国的国民。之前纽西兰技术接触者爱验100来的人，目前嘛暂时无新的病例。咱再来关心疫苗目前的状况哦，国际上已经有真侪支武汉肺炎的疫苗取得紧急授权上市，嘛有的国家已经开放民众来做。咱台湾的国产的疫苗所传出讲，目前有3款的疫苗。恐惊拢无法度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食药署是表示哦，每礼拜拢会甲业者来开会检讨。国光生技嘛出面回应讲，目前疫苗研发的进度并无问题。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滚搞，需要靠疫苗才会当阻止传播，也毋过说传出国产疫苗的研发进度退步。3间疫苗厂当中，第1期临床试验以国光生技的进度上紧，也毋过说传出抗体效力无够，无法度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然而科技也阁需要补强，高端疫苗是因为起步较慢，第1期的临床数据也阁毋知影。意思就是讲，今年底进前可能无任何一间会当通过，通好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新冠的疫苗。它是安全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任何的严重不良反应。我们
670床系列目前我们有3个剂量，低、中、高已经都打完了。我们临床2期的试验计划书已经在11月9号已经送出审查，那现在就是要等待这个卫福部他们要召开这个专家会议来做审查嘛国内专家表示，国产的新冠肺炎疫苗第2期的临床试验要招募2万个受试者，已经提早达到标准。不过因为台湾的疫苗厂无国际疫苗厂的规模遐尼大，也是需要政府来投入资金甲资源。若无疫苗长期依赖国外进口，嘛对国内防疫不利。虽然政府最近这几年有鼓励生医产业，可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慢的，比国外还是比较慢哈。所以只是说，你将来要怎么样加快这个过程呢？食药署表示，大礼拜拢会甲业者开会，随时联动式检讨甲补件。若是经济指挥中心的奖励办法，设计业者若是会当伫咧12月底进前来进行2期的临床试验，上侪会当得到3亿的补助；1月底进前开始试验是拍8折，会当得到2.4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又有本土病例，民众的皮是拢病真红，也毋过伫台南有一个查甫人去店里拿电话钱，煞无要挂嘴红，佮变讲有15分钟的宽限期。后来伊佮伫网络顶头讲，以后电完掉。台南市卫生局是表示，对12月份开始，伫8大类的场所拢一定爱挂嘴红，违法就会处罚，并无啥物宽限期。搁一届前往电信门市理论，因为查甫人认为叫门市超过一条栏。因为我进去的时间短，而且我确实有40根理由，我脸部有受伤。服务业他就是把问题丢给客人，说你要自己去解决。黄先是伫礼拜2去这间电信门市要纳钱，毋过无挂嘴红去互店员扣客。黄先是认为纳钱干那2分钟，落尾伊转换去其他的门市嘛成功纳钱，不办这个门市甲伊调，铺伫网络投诉，表示讲规定会当有15分钟的宽限期。他是就是拍桌子，然后觉得我就是在欺负他，让他就是刁难他，让他不能缴费。说来宽限期15分钟，那就是针对台南市长黄伟哲8月23去综合国小颁奖的时阵，甲嘴暗摕落来表示讲，说来15分钟不要紧。不过黄伟哲事后嘛要求卫生局甲家己开罚单。现在的这个 COVID-19 的变种已经变得更容易传染，所以那15分钟是不是有效？我觉得我没有把握。所以呢，我们还是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这个要求。经过劝导还不愿意戴上口罩的话，我们就可以记出罚则哈。所以说3000到15000哈，不要开玩笑，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哈。台南市卫生局表示，从12月1开始，出入8大类的场所拢强制爱挂嘴红，并无所谓的宽限期15分钟。若是无照规定，得处罚。若是其他的店家偏高风险了后，家己想要求，嘛会当伫咧店门口公布，要求民众爱配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伫中立有一个轿车的驾驶，那像是啉酒赛车，去弄到路边的奥多拜甲青红灯，这台车的车头全部拢毁掉。有民众讲也准是爆炸，车顶的2个查某人拢吊伤送病院。事故发生的原因，警方嘛会调查。白色轿车车头密密麻麻，原本停伫停车格内底机车，被弄飞差不多20公尺，车体也碎糊糊，看得出弄的力度是袂细。这个代志发生伫2月透早2点，自小客车沿滨速道中立往新澳方向驶，好亲像酒后开车家己失控去弄掉，连青红灯拢被弄倒，附近的居民困梦中惊醒，就是发生爆炸。他直转。摩托车撞好几台，倒掉，很大声的，听到声音，我狗一直叫，我也跟着起来。但是这个有爆炸？对，红绿灯断掉。天然气表跟瓦斯管线全部被撞到变形啊，坏掉啊，一天内不知道会不会换好，还蛮倒霉的啊，遇到这种喝醉酒的。车祸现场也好亲像弄害新河天然气管线，有加速味走出来，消防局到场马上野水防护，各联络天然气公司去处理。4小客车沿民族路中立往新屋方向行驶，疑似因驾驶失控，于民族路与五竹街口时自撞浩志感及路边3部机车。根据了解，车内有2名25岁甲14岁女性，手骨、脚头甲腿拢有受伤。警方到场的时阵，2人拢已经送去病院。警方要调监视器进一步调查涉事驾驶情形，确认啥物人是驾驶甲车祸过程。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中华公园的梨林溪，因为民众甲无想要饲的青皮杜丁乌白蛋，即马是愈摊愈济，有民众一天就掠着40外只。中华野鸟协会表示青皮杜丁必须爱减量，也毋过若是甲因拍青镜，青皮杜丁等等四界走即嘛有可能摊的范围会愈来愈宽。两个少年仔去中华梨林溪边，看到树林内底有青皮大杜丁，遂锁定目标。你看，用杆子甲拍啦。其中一个人举鸟片仔上互准，弹到青皮大杜丁了后，另外一个人赶紧去斗三工，莫互走去。几啊只青皮大杜丁就安尼去互伊掠着，其中这只上介大只的有30斤。抓尾巴，小心尾巴！弟弟斗三工，弟弟斗三工，头掠嘞。吼，很肥嘞。住伫中华姓吴的民众，顶日甲因翁婿还有2个囡仔去二林溪边掠青皮大杜丁，靠伊家己做的工具互相配合，一天上济有捌掠到41只。在地民众讲，即马青皮大杜丁是愈来愈济，对当地环境的冲击嘛愈来愈大。会食菜啊！迄稻笋2个野稻笋哦，嘛捌看去食稻笋啊。哦，大只我嘛冇看足大啊，迄几只唔才4、5斤，足大啊！啊，你惊死嘛？系啊，小只10几只。真侪年前，因为有民众不爱饲乌白蛋，所以即马中华二林溪边青皮大杜丁是摊甲满满是。当地居民虽然有组织工队，不过掠的效果无好。也若中华野鸟协会表示，希望这个会会当开课，教大家掠的方式来控制这些杜丁的数量。要抓就要一次很确实的抓到它，而不是去逗弄它，那让它变成对人的防备心更高，然后更难去做移除的工作。野鸟协会表示，虽然看起来效果袂歹，不过青皮大杜丁是真美青。若是掠无成功，因真有可能就四界乌白走，等到会扩大因的栖地。虽然目前的防治也是以用掠或者是甲因牵线为主，不过这也是要经过训练才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甲欧盟第2次亚太盟宣布已经达成历史性的贸易协议，明年的元旦开始，一年会有6600亿英镑的贸易额。英国嘛，甲向前主权的期权退回来。欧盟是表示，甲英国嘛有关系，长期合作的同伴，欧洲国家会做伙向前行。英格兰多佛港的在地人，这几天看到几多清大货柜车，因为变种病毒的交通禁令调伫咧遮，提前体验到硬脱欧固定拄到的情形。伫即马总算听到英欧达成贸易协议，确定英国脱欧了的双边贸易关系。Look at this lot here, Christmas Eve, and they're just frustrated and fed up. And this is not only COVID, this is part of the Brexit problem. And Dover always suffers all the time. 脱欧贸易协议明年1月1日生效，除了化解硬脱欧的危机，保障双方未来庞大贸易额。英国政府讲，总算将家己的钱变解法律贸易甲期权拢替代。 We have completed the biggest trade deal yet, worth £660 billion a year, a comprehensive Canada-style free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We've taken back control of our laws and our destin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3, we will be an independent coastal state with full control of our waters. For the EU to have a prosperous and dynamic and contented UK on your doorstep. And it will be a good thing. It will drive jobs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whole continent. Fair and free trade, sans tarifs ni quotas. Et au cœur de cet accord, il y a de nouvelles règles du jeu économique, partenariat économique et social dont le champ est sans précédent, où nous avons assuré globalement une base d'accès réciproque aux eaux et aux ressources, avec une nouvelle répartition. 欧盟表示，未来甲英国依然是盟友，虽然抑阁需要英国国会甲欧洲议会审查表决，抑阁停书代理上是确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伫耶诞节即站拢陆续收到疫苗，墨西哥是互重症病房的护理师上大省来做预防针，智利跟哥斯达黎加嘛已经开始做。阿根廷是买罗西亚做的疫苗，即马嘛已经收到了。重症病房的护理师伫地方官员甲媒体关注之下，做新冠病毒疫苗，正做拉丁美洲国家当中做疫苗的第一个人。Nerviosa, pero además pues muy feliz. La verdad es que es el mejor regalo que pude haber recibido en el 2020.
Y esto pues me da pauta nada más para seguir ahora con más seguridad y con más bríos para seguir al frente de esta guerra de un enemigo invisible。主题配疫苗计划为即时开始，会先予2900多名前线医护人员成组。按算在明年3月完成全民注疫苗，因为欢乐疫苗落入犯罪集团手中，疫苗送去军事设施保管，自迄一天全停高规格戒备。智利也伫同一天接到第一批1万剂来自辉瑞药厂的疫苗，伫智利总统甲卫生部长的见证之下，前线护理人员先做疫苗。哥斯达黎加也对伫墨西哥、智利高平正做第一批大规模做疫苗的拉丁美洲国家。El día de hoy se inicia el proceso con la llegada de la vacuna, el proceso de vacunación para los argentinos y argentinas。为莫斯科出发的专机载30万剂疫苗到机场。阿根廷是目前唯一批准俄罗斯疫苗的拉丁美洲国家。不过，监管单位无伫阿根廷做另外试验，就批准使用引起争议、违法改变种纪录总统先做疫苗。圣保罗伫进前宣布采取更加严格防疫措施，民众无顾规定赶伫最后一刻买亚电子的物件。虽然巴西甲中国联合研发的疫苗有效性达到50%，不过相关的数据并无公布。做疫苗计划也无出来。到目前，拉丁美洲国家确诊病例已经有1500万，死亡人数超过49万。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意大利伫耶诞节之前全国封锁，24即天就新增加18000人患着病毒，505个人死亡。目前全国嘛已经超过200万例。西班牙疫情嘛继续在拖，国王嘛伫电视演讲，希望所有民众做伙来对抗病毒。伫非洲的奈及利亚嘛发现变种的病毒，甲英国、南非的变种无啥相共。伫罗马街道警方查车驾驶爱出示相关证明。自时开始，意大利10市全境封锁，这耶诞甲跨年会无法度亲像往年同款欢庆。Il movimento sul territorio in linea di principio non è consentito, salvo che per ipotesi di comprovate esigenze lavorative, necessità ovvero motivi di salute. L'ulteriore deroga che è stata introdotta per questa decade che parte appunto dalla mezzanotte di oggi sino al 6 di gennaio prossimo, le sanzioni vanno da un minimo edittale di 400 euro sino addirittura a 3.000。耶诞节进前，意大利通报确诊超过200万例，正做全球第8确诊超过这个感染的国家，加23。死亡已经超过7万例，真侪意大利人早已经无法度甲亲戚朋友共度耶诞。官方议员提醒，唔通违反防疫规定，佮依照后面进度伫27展开大规模做疫苗。西班牙也是当日咧做疫苗，目标是先为1500万到2000万人做，以长照机构居民、医护人员优先。最新的疫情搁起来，第三通报单日新增加确诊12386例，178人死亡。国王菲利佩6世平安暝发表电视演讲，呼吁民众爱负起责任，唔通散播病毒。La responsabilidad individual sigue siendo imprescindible y es un instrumento efectivo de lucha contra el virus. Por ello es tan importante mantenernos prevenidos y no bajar la guardia。德国巴登福腾堡邦卫生厅二时表示，出现一个源自英国的新变种的病毒株 B.1.1.7 病例，病人至少为英国飞往法兰克福探亲入境的时阵提出阳性。另外，奈及利亚发现新变种新冠病毒，甲英国甲南非的病毒种系无同。目前只知伊有南非的501V2突变。非洲疾管预防中心表示，会针对更加侪样本做研究。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咱再来看非洲中西部的科麦隆，当地有金矿，有真侪人拢是靠乌金仔来趁食，因为真好趁咯，某一寡囡仔讲，年纪上细只有5岁尔尔，就去做事咯。细细汉的囡仔摕拿变死伫咧桥，要甲沙石仔抬掉，规身躯拢是落瓜埋嘛不要紧。这是科麦隆的东部区，当地因为金矿真丰富，转行合作黄金国，真侪居民靠洗刷金来食清，包括无5岁囡仔。囡仔讲伫咧科麦隆是无合法，毋过东部区大家拢结点点。I've never been to school because my parents can't afford it. That's why I've been mining gold since I was young to support my family. I'm aware of the dangers in the mine, like the gas
Sion Hill, working in a cave that can collapse at any time. I can contract diseases like scabies, meningitis, or other infections in this dirty water, but I have no choice. 囡仔讲洗刷金高风险，而且报酬真低。女婿爸母毋是毋知影，毋过因共款拢是空工出身，认为囡仔来接是应当的。 Parents prefer to send young girls of school age to mines rather than sending them to school. Therefore, our duty as an NGO is to educate them so they can stop this practice and take up their responsibilities because education is a fundamental right for their children. 番囡仔讲的人士发现，讲囡仔敢袂当读册，拢爱看爸母。若是要说服即寡家长的方式，敢若用讲的无效，爱互因看到实际的。 What really changed my life was enrolling in the government's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I became a teacher in my hometown, and when my fellow villagers saw that, many decide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艾瑞克原本是空工，后来换来做老师。伊用家己的经验甲家长讲，教育真正会当改变一切，嘛顺利互百外囡仔来读册。啊，毋过庄仔头内底，目前抑佫有真侪的囡仔留伫咧空隙，要互囡仔倒来学校的这条路抑佫真长。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利用劳动基金炒远东百汇股票这案，传出阁有一间昆益投信公司，有取得80亿来炒作。检调当时所在昆益投信公司约谈副总谢志英等3名高层，后来谢志英是以200万交保。为什么要听到他的指示？指出这种事情对得起社会大众。 乌色的帽仔甲面规的砍掉咧，军业投信副总谢志英因为涉嫌接受劳金局前组长尤乃文的指示，利用公司的资金入场，大量来买远东的股票。而是暗时，甲军业基金经理人林瑞玲、研究员谢明珍去互北检约谈到案，廉政署甲检调侦查劳动基金炒作远东股价案，查出保家投资区入员，找劳金局前组长尤乃文来协助脱手远东股票。尤乃文私底下指示劳金局路段的官商来买远东公司的股票。 啊，若是统一投信自称社ခွ的副总，得到尤乃文80亿的违法不当指示，违背专业投资的判断，以公司来接受专款委托代操的劳动基金资金，入场大量来买远东公司的股票，互保家资产会当脱手持股来换现金。知道你完成前世劳动的血汗钱吗？ 而且佫查出尤乃文用同款的方法，只是谢志英等人来涉案，一直到今年的8月12日，尤乃文要求投信违背专业，有关路段远东的代志，去互劳金局的同事发现，加长讲劳动基金的相关口组织活动。廉政署甲检调伫咧平安暝发动第2波的行动，搜寻军业证券投资信托等5个所在，而且约谈谢志英等的3个高层，以上北检接受核实了后，检察官入令谢志英200万交保，啊，若是林瑞玲、童面金分别是45万甲5万块交保。另外，金管会查获发现前开基证券线内业务员涉嫌诈骗客户的钱，显示内控疏失。赖清营业员这样的一个期货交易的情形都没有去做风险管理。 那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因为他金额做这么大，有12个投资人，其实跟这个赖清业员有一个资金往来，金额有达到900多万。金管会除了对开基警告，而且佫处罚336万，创下对证券商处罚金额相关的纪录。啊，若是社区经理人因为督导不周，去用停止6个月证券机会业务执行。记者综合报道。 所谓新婚节，明年正月要伫新竹市试办，今仔有新竹市议员甲贷款会伫新竹开记者会，因质疑试办的方式到大个也未公布，市民恐惊会互当作是白鸟市。内政部是表示，详细办法搁研究，伫明年3月份，卖来提出上济500万的奖金，请专家来找出资讯安全的空隙。 针对所谓身份证自安的疑虑，内政部长徐国勇8日甲行政院政委唐凤做伙背书做网络直播，强调政府未读人民证片的资料，嘛会提供奖金做自安的测试。也若所谓身份证按算伫明年1月份会伫新竹市试办，不过也是有不少民众对新型的所谓身份证无啥了解，唔敢试用。因为我对新式身份证的一些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暂时应该是还不会去办。那这样小型的规模示范可以足以 代表全台湾人市民吗？那我还有第3个疑惑是，假设示范是未来开办的前哨站，那我相信新竹市民不愿意当试验的白老鼠。25，新竹市议员甲台湾人权促进会开记者会，反对新竹市试办所谓身份证，烦恼新竹市民爱负担自安的责任，去互当作是白鸟市，互国家来试用测试自安。若是完领所谓身份证，可能佫会失去投票权。立即停止示范 EID。 新竹市民拒当白老鼠。
我们的这个新竹市民，甚至是我们的全国人民都会就是包括相关的这个数位主机都会被收集处理利用。有没有相关法律授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专法来规范的。人权团体质疑讲，试办的方法，内政部也未甲新竹市民讲好清楚，嘛无法院的依据。针对这点，内政部处长陈宗彦表示，新竹市试办的计划还佫伫研议当中，有落的部分确认了后会佫公布。对，详细的试办计划还在研拟当中。为着解决外界对所谓身份证自安的疑虑，内政部会伫明年3月份推出赏金纳人的活动。第一阶段会邀请国际有名的自安公司来参加，摕测试卡来使用，伫 UAT 的环境当中测试。第二阶段用报名的方式，个人或者是6个人以下的团队拢会当参加。若是会当成功伪造出所谓身份证，相关奖金会当摕到5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上新的景气预测，咱国内的制造业已经回稳了。学者认为主要是资通讯、半导体、电子零件出口增加，佮加上一寡国家已经开始做疫苗，已经是愈来愈受到控制，所以未来景气是真乐观。伊嘛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有4%以上。经济部统计处进前公布11月外销订单，不止创连9红纪录，金额577.8亿美金，各省单月新高，年增率29.7%，近3成，也创2010年以来上大起的幅度纪录。台经院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有1.91%，明年经济成长率甚至会突破4%。疫苗已经出来了嘛？那这个对全体的消费信心是有很大的提升。4001我们暂时还是不会变。台经院公布上新营业气候测验点，11月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继续加悬，连续出现第7个月压悬的态势，创2014年8月以来新悬。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结束进程，连续2个月压悬，转为小可落半。另外，营建业最近受政府选择性信用管制影响，低期国内房市进入调整期。大部分不动产业者对于未来半年经济看法感觉悲观。那么，不动产的一个开发业者，他们可能未来在财务的一个杠杆上，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压力，所以未来在以案养案，那么或者是在这个大举购地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比较会有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不过，学者分析，政府打炒房，反倒转来引导在最近投机房市的外风，有切部分资金会流入股市，但股伫资金行情的帮衬之下，也徛稳14000点大关。因为台股基本面真好，短期内底有希望维持高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就职满6年，也毋过目前伊的民调较低。郭文地是讲这是因为台北市民要求较悬，对伊个人无介满意。也毋过台北市有真侪指标拢领先全国。针对昨内底的行政命令已经通过，郭文地嘛是批评讲政府的变相网，伊实在是看无。我们比个大大的6，好的。2支手比6个手势，台北市长郭文地就职满6周年，算算伊的政绩，包括千山南门市场、起社会主体、捷运环状线、万代线，还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甲大巨蛋等等。不过新台湾各出机构发布2022年台北市长选情上新的民调，去用看作是郭文地接班人的副市长黄珊珊，支持度是比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甲卫福部长陈时中还佫低真济。重要的是我们的实务成绩嘛。台北市的客观指标还是遥遥领先啊，市民的要求高，我们就再更进努力就好。立法院才打通过开放300种猪肉相关9项行政命令，面对美国猪肉明年1月7日就要开放进口，各县市定出自治条例来应用。城北的省长对中央一直无法度有统一的做法，是感觉真不满。1月1号来猪价进口的，我们市政府要去做很多的准备的。我们自治条例通过了哈，中央也没有否决，也没有赞成，所以这很奇怪，就变成一个国家2套法律。来猪假挡不住，我们地方政府一定用我们的地方自治条例严格把关，让民众能够清楚地选择来猪的标示，吃或不吃。但是我更希望中央能够统一做好。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表示，虽然中央已经发公文指出，暂时无要核定地方自治条例的法则，不过嘛无讲条例敢有违反着行政命令，意思即卖法律有空芳，若是无法度伫1月初1进前解决法律的争议，全国为着3百种猪肉的代志，恐惊会规个乱糟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善花东抢过的交通问题，总长51公里的大高线拓宽工程，其中的花莲路段，伫107年已经完工，也毋过台东县内各部分的路段还未开始做，因为有部分所在需要来征收私人的土地，今仔日落野来办第1场的公听会，其中争议上少的台东落野瑞丰段3.7公里的拓宽工程以及明年的3月份就会使动工咯。花东公路台东这边的路段目前也无放宽，维持2线双向车道，常常伫车较侪时间，甲旅游大过造成部分路段塞车。拓宽工程计划已经提案10多年，不过因为土地征收问题、甲小路口安全问题卡掉咧。这次的改善是不是有把这个安全的部分把它纳入？切的部分剩的太少了，是不是可以整个地方补偿？公路总局回应当时征收民众村的小面积土地，甲路线安全规划正式启动拓宽工程。按算有9月甲11月标案会做公听会。目前第1个启动的标案伫落野的瑞丰到永安3.7公里长，会做4线双向车道，按算明年3月动工。2车道以及1个半车道。比较确认的就是今天优先标，那可能后续关山外环，那大概出入那一段关山干部团表示，即摆放宽征收的路段，虽有地征收面积只有7000多平，对民众甲农地破坏较少，应顺利进行。不过后续51公里放宽，要佮甲民众沟通，按算要用2年。不过会甲民众共识，才会发包动工。记者综合报道。人若是要转去的时阵拢希望会使伫家己的厝邻过往。有民间团体调查，最近这9档伫厝邻也是伫安养机构被过身的人虽然有变侪，也毋过若是以临终照护的人数来看，比例算是降低。伊嘛呼吁政府爱互社区的医疗如何普遍。许多人伫安养机构一住就是几十档，嘛已经甲遮当作厝。毋过拄着临终的时阵，是真歹踮机构内。上大的原因就是欠安宁疗护团队的支持。那我们随时都得要有个医师来去诊断他的状态，并且开药处理他的一般还可以处理的状态哦。那这个时候呢就缺乏了，因为没有 order 嘛，没有医嘱嘛，又没有药局在旁边。那怎么把这个程序弄好来，让我们可以在机构医疗，而不要去医院医疗？附近找无安宁医护团队做靠山是上大的难题。若是长辈临终的时阵，伫安养机构，搁会面对复杂的人事甲家属的责备，才会常常有长辈临终之前伫病院甲机构来回走动。医疗改革基金会就提供资料，伫2011年到2019年，伫病院做临终照护的人，对15000人提升到6万多人。踮厝也是安养机构善终的人，是对4000多人增加到12000多人。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基金会照整体的比率来看，踮厝也是安养机构善终的人是减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板里头的曲线，就它是一路往下走的，那也就是说，今天台湾有意愿做安宁的民众，如果有5个是在医院里头的话，只有1个是在社区。医改会就呼吁政府，若要推动在地临终，就应该要提升社区的医疗能量，无论对社区诊所也是医师，加强训练等等，配合安养机构整合资源，才会当改变现状。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南市的关田我们那林甲真出名，也嘛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最近区公所就推出一寡观光的行程，因为质量袂歹，嘛互交通部选做今年的经典小吃，咱嘛做回来看卖。规片空旷的田地包围伫咧乌山头水库边，这是台南市的关田区，因为有这第一道的清气水源，那种出品质1:1的米甲菱角，嘛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这么好的水，孕育了这么好吃的这个菱角，水质良好，其实咱这几档嘛在富裕，所以我们就推广了这个友善的这个环境。
为着要促进地方的发展，官田这几年是真积极来推动在地观光，结合友善环境的理念，利用市道一切一线，把乌山头水库到葫芦边的景点串联起来做地图。今年佮入选交通部的经典小镇。乌山头水库。8天以一，接落去咱的葫芦边，最近刚开幕的这个西拉雅风景区，把它做一个串接起来，所以可以从早上玩到晚上。除了以特产菱角发展出来的菱角炭产业，活跃成功的菱角蕉生态，推广保育甲友善环境的农场、牧场，还有融合在地嘉南甲西拉雅文化的游客中心，要让所有来到官田行搭的游客，会当体会到田庄的人文风景甲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农业欠工，农委会之前是规定讲，只要透过机械耕作协会来买设备，就使补助4成。也毋过嘛，传出讲协会会收其中的1成来当做赞助的费用，互会员是真不满。代志逼出来，农粮署是回应表示讲会要求协会伫1个月内底退钱，农民嘛使来向地方政府检举。农村人口老化严重，为了鼓励农民机械化。农委会提出买农机的补助，若是个人申请基金补助，会当补助基金费用33%；若是基金协会会员，会当补助甲4成。但现在传出协会向会员收1成的农机补助款当作赞助费。那个基金协会收取10%的那个农机补助款作为回馈金，是没有说不可以的，但是社会观感不佳。那我们现在是要求基金协会全部把那个抽尾的补助款，那要发放给农民或购买农机的业者。有协会会员表示，以一台大型的机运机来讲，计下就有400万左右，乃等申請通過補助，會當領出100多萬的補助款。但協會向農民收1成的贊助款，就需要留協會10萬，收取費用有小可懸，但會當討論自由樂觀。那收這規定是較有啦，伊就這伊個算%度。有較懸是輸啊啦，是自樂觀是較好安尼。無經費也無到尾會散掉了，算無經費，嘛是要運作啊，對無？農糧署表示，農政單位提供農機補助，主要是要減輕農民的負擔。那協會為着要運作費用考量，應該由會員代表會開會通過規定，才會當收取相關費用，唔是直接收相關機械補助款。已經要求協會需要將這個錢在1個月內退回。記者為你報道。帶觀眾朋友來看屏東有一團加起來上萬回舞團，這阿公阿嬷實在是真無簡單，連家母連個會使上台去表演。這個舞團是真特別，唔但有90歲阿公，閣有在讀冊的學生哦。阿公阿嬷甲囡仔人做伙拼舞，青春閣有活力，後台是真娛樂。舞台頂的燈光閃閃細細，舞者穿的表演服裝紅水烏大斑，唔但舞台甲衫褲氣勢十足。因跳的街舞骹步嘛足流利，你敢相信讲，这是一阵平均年岁超过74岁阿公阿嬷甲青少年学生做伙组成舞团。屏東舉辦這款予老大人甲少年人互動的活動已經第5檔啊！今年選擇用街舞展演的方式，予少年囡仔甲長輩做伙學舞3個月。同齊設計表演的內容，證明兩個無同的世代，嘛會當配合甲爸爸。變得更年輕、更有活力，對生命更有盼望。教好老人的過程中，我學到蠻多，雖然記憶力沒有這麼好，但是他們有肯學的心。一個舞團的成員真正無簡單，全部成員加起來萬外歲，而且有的長輩已經夜拐啊，有的是捌中風過，甚至閣有90歲的阿公，人老心無老。雖然因的骹唱無遐美麗，所以也堅心甲規條舞學甲了。阮記得遐講話講要參加講銀閃閃的迄個街舞哦，我講啊，哪裡袂歹，我來個試看覓哦，看90歲人，看有法度通跳這街舞的。大家的體力很好，精神很好，不管跳到哪裡呢，每一個禮拜都在操練。這個舞團呢，220位，加起來是16308歲。食一回學一回，這陣阿公阿嬷的活力甲堅持，證明跳街舞唔單單是少年人的專利。透過這個表演，讓老大人逐天的生活更較有寄望，更較有自信，嘛讓孫仔輩透過日常的相處，學曉安怎甲長輩鬥陣。記者綜合報道。
咱来看一种原本设伫南美洲的印加果，这种果子油真高，营养真丰富，都人家引进台湾。婚礼的顾客有农民就看好这种印加果伫台湾的市草袂歹，开始认真种哦，即摆是愈种愈大片。这款看起来那天青的印加果原本是发自南美洲，因为果子适合煎油，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佮侪种维生素。婚林高起的这位农民陈永红看好印加果từ台湾的市草，对6当前开始种，即马愈种愈大片，也开发出侪印加果的相关产品。这个印加果本身它这个主要产出都是榨油。那么油的品质，它经过2004到2006 3年的世界油品的比赛，每年都拿到第1名。所以当初我看到它的好到这个程度，它对人体是完全正面的帮助，所以我就决定既然台湾可以种，那我就开始种了。陈永红原本对家己经营30多档的幼儿教育，因为现代人囡仔生较少，决定退休当故乡种田，买当顺线照顾处理时代。外口做工袂足久啊，我回乡安尼做甲你做这个农事安尼，你感觉安怎？就帮做啦，就肯做就好啦。哦，安尼哦，就安尼。有人等下你陪伴，嘛算袂歹。有啦。有较快乐无？有啦。印加果的营养价值渐渐受到台湾民众的注意，即阵市面销路嘛变搁较大，陈永红也找在地农民拍契约斗阵种作，增加印加果的产量，带动在地农业有新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为着要推广每一个原住民族群正珍贵的传统，1、2档就会来发表一出舞台剧。今年就以卢凯族万山部落当作是主题来发挥。伫发表的时阵，嘛特别邀请部落族人做伙来欣赏。卢凯族万山部落的族人传唱优美的歌谣，为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新编的舞剧《乌布诺河》一道美丽的曙光起一个好头。乌布诺河是第一道日头光，甲世间万物相光的意思，也是高雄市木林区万山部落的名称。但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开1档的时间去万山部落实地调查，以乌布诺河做主题，编一支乐舞，甲万山部落的文化起源、千岁历史，佮有新旧故事的古老传说，搬起大舞台演出。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田调。透过这样的采集，我们希望把最真实的留在这个地球上超过1000年以上的原住民各部落的故事，都能够把它记录下来。乌布诺河万山部落虽然无真分伫咧卢凯之族，不过因为部落的祖先捌甲本阮南诏族通婚，地书所讲的语言甲屏东县雾台乡的卢凯族并无相同，也因为乌布诺河是同台湾人口上少、规模上细的部落，母语失落的状况是搁较严重。但这出乐舞剧若描写万山部落的文化甲历史，呈现种种祭拜祖先的传统仪式，佮专程使用乌布诺河万山语，是互部落的族人又搁欢喜又搁感动。就把这样我们的语言讲得很溜讲得很好，真的我们备受感动。当然，这个他们的这种用力的表现把我们的这个歌跟舞和跟曲呢都呈现出来。这出歌舞剧以旭日初升乌布诺河一道美丽的曙光来贺迎，那有迎光明、带希望的意涵，也希望以艺术引带大众入捌万山文化。乌布诺河日头升起来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即卖推广台语文，所以就有台湾的立体设计公司推出一档支援台语客语拼音甲直用的汉字立体，所以目前是对语言的传播有正大的帮助。要拍台文字，煞常常拄到字体无支援的问题。即马台文的书写甲应用愈来愈顺畅，但是支援台文的字体却真有限。都有字形公司特别杀出头一套支援台语客语拼音甲接用汉字的字体。有一寡朋友就讲反映讲，是毋是恁做汉字，是毋是要将台语甲台语这部分嘛做一个？
阮就想讲啊，既然是遮尔在地，遐有意义的代志，所以阮当然一定要答应。但是做大陆，阮有，因为是阮台湾头一间伫做的嘛，啊，所以有面对真侪个问题。因为汉字的数量多，加上台语的特殊用字，就算字体推出啦，团队到呾也继续咧补充欠字的部分。虽然各种字形伫生活中世界拢看会到，但民众对这道煞真青分。要做一个字形设计师，练字是基本功。为着要让大众对字体有更较侪认识，字形公司嘛行入校园，将教育推广的责任担起来。其实你看字嗨上面，其实它的会员数很多。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社会大众就是一般人哦，他跟设计科技没有关系，他开始会发现说那个文字在生活里面，然后有些人就开始会感兴趣。街路的招牌看板、超商内的商品标示，甚至吸引啊，其实都在选字体。民间的字形公司唔忙透过教育推广，让侪侪人会当对字体设计应用有更较侪的认识甲感受。记者杨淑晴、张玉水台北报道。来看日本哦，日本目前的疫情是真严重，有一寡店家生意无好，规去大摒扫来度时间，整理一寡无用到的物件摕出来卖，所以目前哦，日本一寡二手的拍卖市场是热扑扑。串料、控汤，伫新宿巷仔底这间拉面店，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营业，头家放好包成甲员工甲普通时共款，算要开店。コロナも果たしていつまで続くか分からないっていう不安もありましたしね。それで店を辞めることを決意しました。这间拉面店在地经营15档啊，因过受到疫情影响，附近真侪上班族拢伫咧厝内上班，所以开15年来一直拢小本经营空间无大。这间拉面店收入减少真多。しばらくは、移転も今考えてるんですよ。場所を変えて。ところがこのコロナで人の動きがガラッと変わっちゃって。例えばビジネス街なんか新橋ですとか品川ですとかああいうところで昼間多く働いてる人たちのところはガタッと人が減ってしまって飲食店立ち行かなくなってると。疫情也改变民众的生活模式，因为居家防疫时间久长，无代志做，真侪人就开始拼家己的厝内。伫咧榻榻米顶头这一领一领的日本衫，拢是71岁沿街蛮子整理出来要卖掉的二手衫。断捨離も兼ねて家の整理と着物もこれ以上眠らしとくのももったいないかなと思って、誰か次の世代の方に着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って。日本衫、名牌包、纪念邮票，这款二手的物件开始大量进入专门伫咧买卖中古物品的企业。经过用人工建柜整理，甲一寡品质较无好的商品拍掉，拢踩伫咧二手物品的购物平台顶，绩效也较俗。売上でいきますと約 35% ほど伸長しています。とにかく生活をミニマイズしていく、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マインドセットが出来上がってきました。另外，疫情也刺激民众对漂险商品的需求，今卖绩效一直起，也互食品的销售量变悬。好真侪因为疫情收入减少的民众，会当趁机会捡到俗，也促进二手市场的买卖。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赛车造成的污染，唔只是空气的污染哦，佮有咱皮有沙啊。因佮有一个学生团队，就利用静电的原理，发明会使起这种有沙的设备，除了会使减少污染哦，收来有沙啊，佮会使利用来做新的链仔。车造成的污染，除了废气，也有链仔污。Every time we drive, we brake and corner and turn a signal. And that's when tires sort of skid on the road and particles come off. And these particles are known contributors to microplastics and air pollution. 这款微粒飞空气落去水的，若个走入去人体内面，会造成危害。然后伫咧涂骹走，会产生偌侪微粒。英国有学生用伦敦上长的巴士路线做实验，只要24点钟，这个手搬大的鸭就增加满满。 We discovered that the particles, as they fly off, are actually positively charged due to friction with the road, and this allows us to use electrostatics and the airflow around the spinning wheel to collect them on these plates right here. 这个装伫装的链仔顶，经过3个月了，会当修剪60帕的链仔糊，因拍算搁再提升效能，也计划以后所收集的链仔糊会当回收，搁再做新的链仔。根据统计。 欧盟国家每年单调共要到4亿吨的废气建材，其中比利时就占2000多吨，
选议结果希望会当重新做示范，让更加侪公司看到循环经济可能性，投入建材加固再制，卖互会当用的物品变做环境的负担。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